哎，老周，你也坐下。我家小鹿呢？哎，志强。 蛇，假的。哦，你们俩干嘛呢？没呀。你俩可以啊。蛇，假的。你别开玩笑啊！给你看看是真的假的，你看看。我不要。哎，你看看。你别拿过来。你摸一下。你别！你摸一下。不要！我才不要！哎，你怂不怂啊？你摸一下。我怂，我就怂。呀，是不是男的？不要！小鹿，我去图书馆上班了。哦，行，我一会儿帮你把被子收回去。拜拜。好。我先走了。 跟着我干嘛？你好像忘了我们是同事。啊？我也去图书馆。闭馆厨师，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啊？图书馆的群里通知了，让下午再过来。哎，不对啊。 你知道闭馆为什么还跟着我来，而且还不告诉我？就当和你散散步。我去吃饭了。我也去。你要去就去嘛，干嘛还告诉我？我去那边。干嘛？谢谢。不客气。师傅，随便来点吧，什么都行。赵凡舟他到底想干嘛？ 啊，谢谢师傅。不要发现我，不要发现我。你不是不吃胡萝卜吗？哎呀，打错了。你吃吗？我还没动过。我不吃。为什么？你之前不是说你喜欢吃吗？骗你的。干嘛骗我？因为你说蔡雅思也帮你吃。所以呢？
所以我生气了。我吃饱，您慢慢吃啊。